知道你离开我身边以后，我是怎么度过的吗？我不止一次告诉我自己，我不可能再爱你。可是我做不到。谁听过分手的歌，许下过的承诺，懂得迁就我，人潮再多已携手过太多，谁想的故事结果，却走散了你我，曾经清楚着爱过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你为什么还要回来？相信你一个海浪般的夏天，一起肩并肩穿过繁华的夜，写下我迷失在无序的情节，等待你同我携手走来，岔路口你是爱情消散在雨中线索，隐藏着重重牵挂，我那个世界已无人的街，停在这一页。我为什么要回来？梦妮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我试着淘汰所有的依赖，带着爱的无奈走开，承认感情已经漂白，相信你一个海浪般的夏天，一起肩并肩穿过繁华的夜，写下我迷失在无序的情节。儿子一晚上又没回来，昨晚上是最后一场演出，今天又要走，和哥几个还不得喝一场啊？哟，儿子回来了。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？哟，你这脸上怎么了？妈，我没事儿，啊。怎么叫没事儿啊？老头子，我怎么看他脸上有被打的感觉呀？不会吧？他不是化妆演出吗？没卸妆，喝酒去了。你呀，行了，我去买早点去啊。好，你收拾收拾。
怎么了？这是大早上这么大火？你看看，你看看吧。这不是在唯恐天下不乱吗？这件事情必须马上解决。你打算怎么解决啊？我在想，要不要起诉刘一鸣？不好，不好，那也要澄清一下事实吧。凭什么这么胡说八道啊？凭什么说我儿子挖墙脚啊？我儿子现在还躺在医院里呢。这样吧，我一会儿给报社主编打个电话。这新闻是要负责任的。他们不会去医院骚扰志恒吧？那你赶快先去医院吧。啊，我这就去。儿子，志恒的伤怎么样了？我不太清楚。离走呢还有一段时间，走之前呢，到医院去看看志恒，给他当面赔礼道歉。男子汉，敢做，敢当。江儿，那个北京挺冷的吧？我们带的衣服够不够啊？没关系，现在是夏天，北京也很热。冬天呢？冬天挺冷的吧？那总得买一些衣服吧？啊，对，冬天是挺冷的，到时候得多买点些衣服。多买些衣服啊！哎，海州这个小地方待了那么久，还真是待够了。多注意休息，就可以恢复了啊！啊，王医生，莫总你来了，没什么吧？没什么问题，好好休息几天就可以恢复了啊。那我们就不用住院观察了。是的，我们到厦门办出院手续吧。好。没什么问题，给您添麻烦了。阿姨。